Hi，今日想同大家講下點解 RSV 對嬰兒有咁大嘅影響。全球每年大約有200多萬名1歲以下嘅嬰幼兒因為感染 RSV 而住院。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對嬰兒嚟講，的確係一個嚴重嘅健康威脅。就算係足月健康嘅嬰兒，每3位嬰兒之中就有2個喺1歲之前曾經感染 RSV。RSV 對1歲以下嘅嬰兒特別危險。1歲以下嬰兒嘅免疫系統尚未成熟，肺功能仲係發育緊，支氣管非常狹窄。感染 RSV 之後，佢哋容易出現嚴重嘅呼吸困難同埋缺氧。由於對病毒嘅抵抗能力較低，感染 RSV 之後可能導致嚴重嘅肺部感染，並引發肺炎同支氣管炎等嚴重併發症，對嬰兒嘅健康構成極大威脅。1歲以下嬰兒之中，RSV 嘅死亡率比流感高10倍，而導致住院嘅機會亦都較流感高16倍。其殺傷力不在流感之下。曾經感染 RSV 嘅兒童，未來患上嚴重呼吸道疾病嘅風險大幅增加。研究顯示，呢啲兒童出現哮喘嘅機會係未曾感染 RSV 嘅兒童嘅4.5倍。住院同埋入院兒科重症監護病房嘅機會分別增加到7.7倍同9倍。相比之下，從未感染 RSV 嘅兒童患哮喘嘅風險大幅降低咗26%。RSV 有別於其他病毒，冇針對性嘅抗病毒藥物，醫生只能夠提供舒緩性治療。因為咁，我哋特別需要保護1歲以下嘅嬰兒免受 RSV 感染。透過免疫注射，俾佢哋有效嘅抗體，可以幫助佢哋喺呢段時間得到保護，就好似喺佢哋嘅免疫系統仍然發育嘅時候，俾佢哋一個臨時保鏢。